燃點希望，災後重生。一支支寫滿打氣字句嘅蠟燭，表達福島縣居民對311大地震死難者嘅祝福同埋思念。1年後嘅今日，日本各地都有不同嘅悼念活動。でもな、荷物を片付けるだけじゃない。遺族が心に區切りをつけるのを手伝う仕事だ。講述男女主角替311遇難者親屬走出陰霾嘅電影《彼時生命》將會喺本月23號公映，為日本打氣。細澤俊夫將會喺當地下晝2點46分，即係1年前大地震發生嘅一刻，返福島核電廠默哀，向全日本國民致歉。不過東電以門禁森嚴為理由，唔俾佢同居民對話。另外，細澤會喺今個月決定會唔會將福島其餘6個核電機組全數報廢。